大家好，那我第一次做见证，然后我会蛮紧张的，所以等一下就会遇到像这种情况，就是口技。对，那很高兴就是能在寒假来参加日光的冬令营，那我是第2次当辅导员，那我觉得这一次也蛮奇迹的，因为其实我现在有在工作，然后我看到有日光的时候，我就说我要来参加。可是刚好又卡在怕工作没有太多的时间，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，如果我参加下去，我工作就只有3天，然后我就想说没关系，那我就跟老板讲，结果老板竟然过了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日光其实让我学到很多的东西，像那个同工之间的对话，因为其实我这个人什么都不讲，就是你不认识我的人我不会讲，然后可是今年的同工就是很多新人，那我什么就不太会。可是我相信，就是神一直跟我讲说，你有不会的，说还是同工之间有不行的事情，那可以互相的帮忙，互相的支持。那我觉得也可以学习到这个东西。那其实那几天的身体状况比去参加，那今年我不服，就是对我每次去，我就是每次就是身体会出状况。可是这一次没有，那我这一次就很顺利的带完。那我这一次带的是体验组，那体验组学习到就是我们有玩那个一些体验的游戏，像是过河。那过河其实蛮难的，就是我觉得要用5块垫子11个人同时站上去，还要凑一片起来，那真的是太强人所难了。对，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有神的神迹，然后让我们这一组也很顺利的通过。那再来就是这一次，其实这一次就是有让我觉得就是神有告诉我，让我知道说我要去做什么的目标。因为我以前是漫无目的，然后一个人无所事事，然后就觉得过一天算一天嘛，对不对？明天看到明天再决定要干嘛。可是我这一次就发现到，就是我自己要有自己一个目标。那我的目标今年就是想要受洗，我决定了就是今年。那我们虽然我们家还是会为了这件事情来吵，可是我一直跟他们讲说，我可以的，就是他们不支持我，就说我要做。然后我们家后来还是就说好，你高兴就好。对，因为他觉得其实以前我是那种个性很浮躁，在家里我就是老大那一种，可是后来就觉得我不是，对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小人物而已。然后后来我觉得蛮开心的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哎呀，好紧张。对，就是其实真的学到很多东西，那脑袋有点空白，有点紧张。对，再来就是有关就是课程其实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就过河嘛，那还有一些很多的东西可以大家就体验，像走神也是一个蛮好玩的游戏。那再来就是大致上就是这样子，对。那我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